来看婚品走私案，检调连2天，到国安局去问笔录，已经问过67个人。透过证词甲证物交叉来比对，已经会当确定整个买婚的流程。是这个华航趁着总统专机任务的期间，开放免税品大特价，买几条拢会使哩。国安特勤则阁利用总统通关礼遇，用公务车来走私。这个买婚的名单当中有8个毋是用真名，这8个总共是订1262条的婚。即摆检调要用吴宗宪的口座金流，用钱来约人，要甲这买婚的人总甲约出来。在爱校校吴宗宪提供纸本的私婚买名单，因过就经过无够完整，检调嘛查扣伊电脑的档案，总共有90个人，包括姓名、单位、品项、数量甲金额，其中有8个中英文名，定1262条。检调用吴宗宪的口座金流以钱去找人，调查是什么人落订的。北检连续2天直接去到国安局，目前已经问过67个人，经过比对了解伊团购的流程，发现讲外交部通知总统府的受委室，确定总统要出访的时间，航空公司会主动联络承办人员，寄免税卡达罗具，也有清单表格承办人员，再佫分散到各单位。有落订的人，毋是现金，就是转销，承办人员再向航空公司落订付款，费拢会放伫报税仓库。等总统回国，免税品对顺利通过礼宾通道，由承办人员发送交费。最近这3摆华航毋有专人服务，买时佫无上限，以客为准，开发总统专机网络订货 App。这号买回数量是有史以来上济，虽然讲国安局甲受委室有77个人买7624条婚，就算拢被换掉，嘛只占维安特勤人员的1/6。外界反对总统的维安无受影响。